如果喺 NS 要去 PEI 嘅話，到底揸車行加拿大聯邦大橋定係搭船會好啲呢？其實船嘅話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班次嘅，暑假嘅時候會更加密啲，冬天或者唔係 high season 嘅時候會少啲，可以睇翻佢嘅官網幾時會有船。我就模擬試下喺官網度入 round trip 同埋 one way 嘅話睇下幾錢，結果發現 round trip 嘅話第一程係唔使錢，回程嗰陣時就要俾45個半，咁即係話45個半 cover 兩程。但係如果係 one way 嘅話，單程都要俾45個半，所以唔怪得啲人會話寧願係行船去入 PEI，即係連人帶車都係45個半咁樣去入 PEI，而出去嘅時候即係離開翻 PEI 嘅時候呢，先至去橋嘅，因為個橋費連埋架車連埋人都係20蚊，所以咁樣就會變相係一個比較抵嘅方法去往返 PEI 啦。而我今次亦都選擇咗係由船去入 PEI， 所以去程嘅時候係唔使錢，反而橋嘅話呢，就係只係需要俾20蚊就可以離開 PEI。咁橋其實係加拿大聯邦大橋，係13公里長嘅，接駁住 PEI 同埋 New Brunswick 呢個省。俾大家睇一睇船上面嘅景況先。其實佢全長嘅行駛時間要75分鐘。我覺得係比較慢嘅，雖然睇落個 NS 同埋 PEI 嘅距離好似好近，但係原來都要行75分鐘先會到。不過其實時間都好快過，但係當日就好大風，所以我哋都冇特別上去甲板嗰度去影相或者吹風，同埋又夾雜咗啲雨。咁呢75分鐘大家可以食下嘢或者坐下上網就可以好快到啦。其實我哋都係膽粗粗搏一搏，我哋冇預先 book 定，因為預先 book 定嘅話就好似我頭先張圖咁，係要俾錢噶嘛，咁所以我就冇做呢一樣嘢，直接早啲去。而要早啲去嘅話，其實係官網寫啦，要早成40分鐘嘅，即係開船之前40分鐘。但係我哋呢，就再早啲，1個鐘之前就到咗啦，結果都係順利可以上到船嘅。落船之後就直接去 Charlottetown 去酒店 check in 同埋去其他地方。我自己就覺得視乎景點啦，如果坐船嘅話個彈性係真係少啲嘅，因為要走翻個船期，亦都要等翻40分鐘之前要去到，同埋又要 book 咗佢，就會比較穩陣啲。而如果橋嘅話呢，彈性啲，同埋係可以因應翻自己嘅時間，就算兩程都係橋嘅話都係40蚊，我覺得都比較抵，比較方便嘅。因應自己需要去選擇啦，希望今次嘅影片可以令到大家知道點樣選擇船定係橋啦。